葡萄牙一個擁有獨特文化底蘊嘅地方，孕育出各種精湛手工技藝，每一件作品都係熱情同創造力嘅結晶。葡萄牙吉他嘅音色能夠表達人嘅喜悅或者痛苦。織欖呢門手藝可以話係一種立體設計，每一代都抱住一種堅持。我哋嘅責任就係要呢個經典保存落去。而家做嘅嘢喺未來就係古董，係我哋嘅文化遺產。匠心傳承葡萄牙，今晚10點，港台電視31。被告觸犯職安健罪行，案情極嚴重，證據確鑿。我冇做錯。身為僱主，必須保障僱員嘅安全及健康。新修訂嘅職安健法例經已生效，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萬元同監禁2年。咁工人都有責任㗎。法例規定，僱主、僱員及相關持責者都有法律責任。勿違職安法，僱主僱員同有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2025-26學年心繫家國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巡禮，亦都喺度歡迎我哋2位學生主持子謙同埋海南。Kenny 哥哥，我哋有個故事想講俾你聽啊！好啊，洗耳恭聽。一位皇帝從古代穿越到現代嘅香港國際機場，佢原本認為清朝先係最強大嘅時代，直到佢睇到一個位男仔